那12年，国民教育的新课纲去年实施，甲本土语言列做国校的必修，国中甲高中是选修。结果真侪囡仔伫国校学6档的台语，毋过到国中台语却无啥认同。主要问题就是咱台语教育到中学就出现断层。学生比手势自然念出台语的声调，这是台南海淀国中老师替这班7年的学生先复习声调，为8月闽南语认证考试准备。不过学生上有兴趣的是刷落来分组搬戏。搬的是课本的文章，学生透过搬戏运用生活中的台语。讲话字念话，来点来。多谢老师坏你。目前台南市的国中台语是单程课程，不过大多数的学校拢是用社团的方式，让学生选修。海淀国中是少数学校7年全部每礼拜1节课。我就是感觉你就是爱互囡仔有信心，互囡仔感觉讲我就算讲了无偌好，不过接连我喙就会练转嘛，所以因就会接接讲。迄当阵感觉台语做无聊，无啥物意思。国中老师较趣味。我讲话较认真，阮母也伫甲我笑讲，你变甲遐认真，我要安怎笑你？学生拢讲家己的台语有进步，学校甲老师为了鼓励学生，每当拢会带队报名闽南语的认证，团体报名人数拢是全国第一。今年海淀国中报名369人，又搁创下新纪录。阮有足侪项比赛，包括戏剧的比赛，包括小小解说员的比赛，当然阮拢会互相斗帮战啦，互相斗帮战。所以伫阮学校内底，应该讲起来是整个的这个气氛，都有重视。王秀琴老师认为，伫台南是对教育局开始重视母语，嘛会办足侪比赛。不过嘛，爱校长有同款的理念，才会使让台语变成学校的特色。只是海淀是特殊的案例，伫高雄嘛只有少数的国中甲台语纳入单程课程。阴汤还是食迄个肉羹的时阵，伊拢会藏伫咧内底，但是有一寡人无啥敢爱食，这是一种菜，很水。这是光华国中台语社学生伫算你讲我摇，摇到学生搁爱用台语造句。其实这是社团这学期的考试。阿公阿妈拢会讲台语，然后因拢讲阮大汉就无会讲会袂记哩。光华国中台语社每礼拜2节课，因为名额有限，只有第1志愿的人才会使加入。像阮有辅导老师啦，或者是讲艺术的老师，因平常时咧上课拢用台语啊。安尼对因来讲，无一定就1节课。除了台语社，光华国中晓寒晓热，下课了后拢有台语的演习课，渐渐来提升学生的台语能力。伫现有的环境下，像这的国中，专靠老师的热情推广台语。也毋过母语的学习，毋是1节课、2节课的问题。上重要的是爱有学习的动机甲环境，台语教育才会使真正有效果。记者陈家军、刘维佐南部报道。